你枉杀凡人，作恶多端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风雷水火，斩仙莫刀！如今我便是妖王。众将士听令，诛杀城内妖魔，收我神州疆土！哼，看来曹当家的骨子里还有几分血气。只可惜，比起你祖宗，更多了几分愚蠢。小阿兰，你已命不久矣。告诉我，如今的你到底要什么？告诉我。我欣赏你，是因为你有称王的潜质。只是这天下容不下两个王。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天下，这才是我们要的答案。我当时在救人，我是清白的。所有人都认为我是肇事司机，说我是凶手，没一个人为我说话。家里东西我都已经拿走了，钥匙留在客厅桌子上。我怎么做你才会原谅我？我还能怎么样？我更忏悔了。爸爸，你请我。我看你呀，也没得啥子本事啊，我也不晓得你为啥子非要在北京待着去。我他妈进你那儿干啥去了？你害死了师傅，还没听懂吗？
你敢动艾麦拉一分一毫，我定杀你！她毕竟是西域公主，素质累赘。椰子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要不提前说一声？哎呀，鱼煎糊了，可惜了。这条鱼身体这么强壮，一定很补的。我们去旁边看看吧。啊！干嘛你扔？你送我的，当然我来扔。气死你！如果当初我救可汗赐婚，你今天就……不要丑话！它可比草编的蛐蛐好看。那是银色哥哥的心意，你这算什么？真希望哪天我能去长安看看，可师傅说他们在打战。没事，我陪你去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嗯，那我就什么都不怕啦。我叫 Star， 我的工作是跑步，在别人头上跑步。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用，但确实也没什么用。不过从今天开始，我要飞升啦！你要保护观众吗？屁！那你要干嘛呀？抓住他！如果抓不住，就会忘了。又失败了，怎么办？你不是很喜欢跑步吗？那我们可以跑路呀。双鸭。都要来看哦！传闻大陈国师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国师，救命啊！参见陛下，你们身体互换了吗？可有换回来的办法？微臣需要一段时间推演，在此之前，还请二位继续准备。李请安，你上朝拜见母后。皇后娘娘是昨晚又劳累了，怎么这会儿才来？支持我们后方！小嘛，想想吧。初次上朝还习惯吧？我等宁愿上战场。还有一堆邹主要批呢。我不识字，你自己批吧。我心好累，什么时候才能还回来？